伫咧1988年去互警方指控掠人讨赎金、搁杀人的邱和顺，到今已经去互关超过33年啊，是目前关上久的。法院伫2011年判邱和顺死刑，不过着民间团体甲律师认为讲，这邱和顺的判决是真侪重大，一直想办法要替伊洗清冤枉。即阵也有学生办展览，要甲伊斗声援。一字一句写出伫家落来的生活，这是政治大学当咧进行的海王天光33周年特展，展出死刑犯邱和顺的遭遇。其实一直以来的关注，其实就是一直在小的圈子里面。那我们这次举办讲座，也是希望让更多，尤其是政大的师生来知道邱和顺的案子，我们为什么要救援他。邱和顺1988年获警方指控杀害保险员郭昂玉兰，佮甲学生囡仔入证绑票杀害。2012年获法院判死刑确定，不过民间团体、律师、学者等人发现判决有真侪重大，若无直接证据，伫侦办过程警方佮违法刑求，长期以来咧甲走总救援。即马律师团是要研究，看有可能针对违反公约这点去提起其他的诉讼。是阮认为讲，其实总统府这边应确实是应该尽速啦，愈紧愈好，加特赦。尤皮上表示，这几天邱和顺的身体甲心理状况愈来愈歹，望总统赶紧直写邱和顺，停止对伊的人权侵害。记者杨淑静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